大家好，歡迎嚟到 Live Good 生活好計劃。我係 Peter，即係我會用短短幾分鐘講解一個低成本高回報嘅生活好計劃俾你知道。Live Good 生活好計劃主要嘅對象係一啲全職嘅媽咪，想喺忙碌中嘅生活裏邊賺取穩定嘅收入啦。又或者你本身做緊 content creator，但係你又冇一啲產品或者啲課程去變現啦。另外，如果你係本身做緊保險或者直銷嘅朋友，或者啲每個月都要追數嘅行業咧，就非常之適合啦。因為你只要參加咗呢個計劃，短短3個月咧，你就可以賺取到每個月500蚊美金嘅被動收入啦。首先介紹下 Live Good 係一間點樣嘅公司，佢係全球首間用訂閱制分紅嘅直銷公司。同一時間佢係健康產品嘅 Costco，你只要用市場一半嘅價錢就能買到同品質嘅產品。第三，佢只要每一個月10蚊美金，你就可以擁有會籍，一邊賺取被動收入，一邊半價買健康產品。Live Good 能夠令你有一個健康又富裕嘅人生。Live Good 同其他直銷公司最大嘅唔同就係我哋唔會強迫任何會員消費買產品，因為我哋主打嘅係訂閱費，首次加入50蚊美金，之後每個月只需要10蚊美金，你就可以維持你嘅會員狀態。而之後我哋就會講解團隊矩陣嘅效益，你就會知道點解 Live Good 係一個低成本高回報嘅生意。你係咪都覺得買高品質嘅保健品一定好貴呢？其實你付嘅一個高昂嘅價錢，主要都係幫廠商俾廣告費，而 Live Good 嘅老闆就將錢花喺刀口上邊，專注有機萃取、國際認證上邊。我哋堅持將品質推到行業嘅天花板，同一時間將價格壓喺市場嘅最低點上面。因為我哋深信想要生活好，先要有健康。點解你要而家加入 Living Good 生活好計劃呢？因為而家就係一個發展時機。Living Good 第一年就已經有100萬會員，而家正正就邁向緊500萬。一間公司前3年嘅開發期已經捱過咗，今年正正係第4年嘅爆發期開始。如果你想同 Living Good 一樣，都可以有一個驚人嘅收入嘅話，你今日就要加入啦。點解 Live Good 能夠快速發展？主打嘅就係簡單無痛嘅模式。我哋以低成本開始生意，50蚊美金你就可以開始你嘅生意。50蚊美金係代表咩？就係你同你朋友可能食一餐放題或者打個邊爐嘅價錢，你就可以做到呢門生意啊！再加上你只要推介2個朋友加入呢個生活好計劃，你就可以即刻回本。因為你今日朋友加入嘅50蚊美金當中，有50%其實就係你嘅獎金，所以只要你推薦咗2位朋友加入 Living Good， 你就可以即刻回本啦。記住，生活好計劃當中，每個人只需要推薦2個朋友，回本之後就唔需要再推薦其他人。而家我哋要介紹我哋生活好計劃裏面嘅一個核心收入啦，就係代表住我哋點樣可以3個月裏邊揾到500蚊美金嘅收入啦。呢度要留意聽啦。好啦，首先我哋咧呢個2乘15嘅強制矩陣咧，就係代表住我哋一個二進位15層嘅做法。二進位係咩意思啊？就係代表住2、4、8、16，咁樣乘上去嘅。之後15層係咩定義咧？就係代表住我哋普通會員咧，最多嘅收入咧，只能去到12層嘅啫。高級會員咧，最多可以攞到15層。所以呢一個平均一個普通會員咧，最多只能夠可以分每個月攞到2047蚊嘅啫美金嘅收入。咁高級會員咧，一個月最多攞到16000幾蚊美金收入啦。咁好啦，咁我要解釋下啦，點樣攞到呢個錢咧？就係當你喺12層裏邊每有一個會員加入，由你介紹又好，由你朋友再朋友介紹去都好，總之由你引申出嚟嘅每一個人，你都係攞到0.25美金嘅分紅嘅。好多人聽落去咧就好似好少咁。好啦，咁我而家講解一件事俾你聽咧，你就會明白點樣3個月做到啦。首先，如果你用1個禮拜時間揾到2個朋友了解咗呢門生意，佢想加入嘅時候，咁佢就會首先幫你填咗第一層。到你嘅朋友同樣用1個禮拜嘅時間複製你嘅動作，揾2個朋友加入咧，佢就會幫你填到第2層。如此類推咧，12個星期咧，正常嚟講咧，你就可以填滿12層，攞到2047蚊嘅收入啦。咁當然啦，人咧就有長短嘅，咁唔會個個都咁叻嘅。咁我當你得1/4人做到，咁你嘅2000幾蚊嘅收入咧，就從而家除4，咁有500蚊美金嘅收入。
咁呢個就係我哋點解生活好計劃裏邊咧，用12個禮拜就可以做到$500被動收入啦。同一時間，因為我哋有個日流效應嘅，咁呢樣嘢咧就係代表住你上面加入到嘅人咧，佢之後有會員加入嘅時候咧，都有機會放到落你嘅團隊裏邊嘅。所以你只要根據我哋嘅方法，你就好容易可以獲得到$500嘅被動收入啦。呢個就係 Live Good 其中一個爆發嘅原因，就係呢個50%對等獎金。簡單嚟講，就係你每推薦一個朋友，你就可以喺佢身上攞到50%嘅被動收入。例如佢今個月攞到$1000嘅被動收入嘅時候，你就可以喺佢身上攞到$500。你好簡單睇得出就係，當你推薦嘅人數越多，你嘅收入咧就會增加得越快。同一時間，呢個就係 Living Good 爆發嘅原因，簡單低成本、易學習、易複製嘅一個系統。我哋先講解下呢個生活好計劃實在係點樣操作嘅。首先，你只要用2-3日嘅時間，了解到我哋團隊提供嘅有啲咩資訊啊，有啲咩嘢 YouTube 片啊，俾你朋友去更快了解到呢門生意之後，你就推薦2個朋友加入生活好計劃就可以啦。另外就係你開始一啲新嘅社交平台，例如 IG 啊或者 Flash， 唔使用自己嗰個嘅，用新一個 account 就可以啦。之後只要花每日用15分鐘嘅時間去 copy and paste 團隊嘅內容，咁你就完成咗你嘅工作啦。Live Good 生活好計劃，我哋主打嘅一個團隊品牌，而唔係一個個人品牌嘅做法。原因有3個，就係時間、時間同時間。第一，你可以慳咗你建立品牌嘅時間。因為建立一個人品牌最少都可能用半年至1年。第二，你唔需要去建立你嘅變現嘅產品或者啲課程。第三，你又唔使每日用2-3個鐘頭去建立你嘅內容，你只需要每日去複製我哋公司嘅內容啦，你就可以簡單推廣到我哋 Live Good 呢個品牌。我哋唔需要特登去 hard sell 啲產品嘅，我哋只需要話俾人聽，原來 online 有個地方可以賣保健品，好平嘅地方就可以。就好似你今日攞到一啲可能餐廳嘅 discount 啊，或者睇戲嘅 discount 啊，或者去邊度飲食有 discount 嘅時候，你都係好輕鬆話俾朋友聽，係咪？呢個就係我哋 Living Good 嘅做法啦。你只要不停去提供話俾人聽，哦，原來有個地方好似 Costco 咁平嘅賣保健產品。咁就可以啦。Live Good 生活好計劃嘅優勢就在於，我哋係用一個訂閱制嘅模式，冇強迫銷售產品。第二就係一個低成本創業嘅模式，你要用一個比較低嘅價錢買到優秀嘅產品。再加上我哋用一個團隊模式，每日輕鬆15分鐘喺社交平台集體推廣 Live Good 呢個品牌，創造一個無壓力創業嘅模式。令到大家都可以喺推廣呢個品牌之餘，同一時間可以賺到被動收入。用一餐飯嘅價錢，你就可以啟動生活好計劃。每日用一個去廁所嘅時間就完成咗你嘅工作。1個禮拜內可以令你生意回本，再加上3個月後，你就可以擁有$500被動收入。今日你仲唔加入？